来，主厨好时刻，看阿老哥带来我们好食的运动料理。运动料理，今日要准备的蒜子补气啊，炖鸡汤。蒜子补气炖鸡汤，来，糖要当补哈。我跟你讲，入秋也是冷天的时节啦，运动啊，运动睇啦，它来补气，补身体啊，尤其啊蒜头啊。对身体啊，冻好，冻到将春天会透过嘛个呢，按照蒜头啊，蒜头去冻好。它不会是主角，不过它一定是很好的配角。其实用来蒜头哦，像你啊炖鸡汤哦，你啊蒜头哦，一架薄个鱼。跟骨料的那种，系嘛？哎，你就看时代料理王啊，它一点钟啊，你是先爆，爆的，金爆，看阿龙哥安做，就金爆，爆饭多多 content 都是好煮啊，多多好煮。你用甜木煮没做得，用的黄马煮没做得，今日你啊出冻简单。来你啊先来穿烫下。来上过，乜烫太低吧？唔，你几只雞啊，來篤篤啊。好。你啊煮雞湯啊，最主要誒，你啊水愛滾，記得咯，水愛滾，讓跌落去，讓跌落去，這個滾起來的時間是淹水愛，用乜嘢啊撩起來啊？哦，有乜個人天數嘅嘛？冇，打最古時做得咧。蒜頭仲要切低頭吧？好啦，本來有事情做嘛。我跟你講，你係冇來撩起來呀？你等下倒出來的水啊，就是雞肉的高湯。哦，劉導演啊，手把阿妹唔地啊，手把阿妹可能地啦，上班族還唔地，以為是煮雞湯啊，而那個煮很久，再把它撈起來，換這個蒜頭啊、香菇落去，唔係，將兩下，你講啊，哎用嘅喏，是略略個那個落一下是做得嘞，將兩，你將兩肉，粉紅色，哦，兩凍色嘛。哦，我哋阿水來撩起來。哦，唔是都滾哦。冇，你啊，春前有個用嘅，它的渣浮沫，從兩用嘅。浸冷水哦。係浸冷水也係，不用多個用嘅水槽啊，水龍頭喺底下，咁是做得咧。哦，沖一下就好。你看咯，從兩下，兩肉啊，咩起來，它係軟的。可是它已經上色。你錄過咧。不管你係。飼料雞也係防土雞，土雞，春前窮養，豬肉未窮養，你六個安子做得來洗洗啊，好，你從你要燙，你可能要燙，這個浮沫，就是它的油脂，韓國它的渣，好，你下你要薄是冇愛，你蒜頭切好嗎？我你下，少切蒜頭，準備了稍微香菇，補氣啊。香菇未當重要，蓋湯啊，用到燥的香菇啊，它可以增加它的香氣啊。香菇唔是切咯，低頭來白開做得咧。韓國咧薑嘛，貴類啊，係香菇加薑嘛，有人沖香菇雞湯咯。香菇雞湯吼，可是你看咧，今日嘅蒜頭啊，有下多啊。菇我冇洗水哈，要洗過啦，要洗過，咩啱要洗咧，冇有。好，十個咧嗬，兩片，用到香油，好，蒜頭幫你，先包香，你略略嘅煸過，煸嘅時間呢，你啊雞肉。雞肉啊，你來撩過來，雞湯啊，一天都按做，好，不管你係排骨、豬肉，你如果煮湯嘅就先燙過哈，略略燙過是做得咧。好，你一下，蒜頭啊，來略略來煸過，用乜嚟煸過哦，給它還香，它的香氣啊，它韻味，它會停留在。雞湯啲噃，唔係看起來成冇成木啊。飯牙蒜頭食得嘛？哈，是的。好，一下，那雞水喎。水，好，係，咪你啊加水。你一般的水是做得啊，冷水做得啊，冷滾水啊。
好，你像你啊，撩撩的，擦擦的哦，擦擦，安尼做得咧，啊，莫炒到污体咯，免莫那用泡哦，吼，像安樣你一下撈佢放落去，安是當醬啦吼，安你一下，再過來落安嚟香菇，其實你出動簡單，好，薑媽壓它的腥味啦，有啲人係唔好嘅用嘅雞肉嘅腥味，你一下香菇，有香轉的，搞已經開出來嘛。你下香菇，我要用走嘅香菇，然後切嘅香菇，你一下兩片，那去冰冰啊，啊，你一下加啲嘅鹽。你講香菇啊，它有豐富的多糖體，我有感覺沒不錯啊，鹽啲的，你下先略略嘅啦，哈，莫不用調到，然後再過來誒香油撈米酒啊，等下水梅樣表，哦，你下來去鹽蓋，哦，你下水梅啊，誒呢鳳爪啊。水梅樣放落去，哦，水梅樣放落去，你係煮一嚿呢，將等下滾開落去時節啦，等下去灌細火，差唔多煮15分鐘，15分鐘，15分鐘，莫太滾哦，很太滾嚟講啊，你係雞湯啊，叫佢撈撈，哦，會變黏黏拍拍，嘿，開始變哦日式嘅豚骨拉麵湯，哦，你係唔係，是清湯，哦，古時候你係強太火啊。它也會破壞肌肉的組織，叫佢澀吧。它的湯汁會被擠壓出來。韓國嘅香菇咪會調麵，哦，韓國嘅筍條咪會綿綿。哦，你下冚過嘢，滾起來，灌細火15分鐘左右。15分鐘。你大概差唔多是要3斤左右。哦，兩斤冷啦。哦，不管你係3斤、5斤，寸斤強樣，滾起來，來灌細火15分鐘。來灌火，安做得嘞。好，等下水梅、鳳爪放落去，安是搞定。估計15分鐘，咖啡時間。對，蹲下去，起來就15分鐘。啊，這個樣，那個。15分鐘開始。不咁樣叫嘛，因為3年以後呀。鹹菜。我感覺我聽過嘞。我係啊，因為露餡的啦。露餡咯，跟後置一點會拉走。開礦，啲凍塊。好，15分鐘過後，你下來打開來看，我灌細火啊，你等下來試看看。哎呦，還有是顯色哈。有月姐哦，那一趴我都沒有給月姐喝，她比較沒有口福，叫我去減肥啊。好，看哦。你先皮看看。蒜香呢？該存錢的蒜頭的米絲啊。再不好香哦。好咧，鳳爪。哇塞，雞肉那個味道好甜哦。鳳爪放落去，水梅啊。因為啊，你喺鳳爪啊放落去，啦，再過來煮一下。你鳳爪係煮長久嚟講啊，如果麵嘅，冇事，我係俾佢甜嚟講，哦，俾佢甜啦。好，你下水梅啊，滾開來哈。因為你等下冇鹽絲絲啦，古時你等下你煎嘅，佢等下是，你就發開來哈。第一本啊，我哋是做得咧，水梅加2種東西，一種係米酒，啲啲咧是做得咧，韓國香油點一啲嘅香油做得，好，一啲啲咧是做得啦哈。你下落去撩起來，好澎湃哦，係吼，一家食啦，對一家。好啲，誒，之後係喺運動完真係試過呀，我碌時唔趕你嗬。係咪我哋皮起來時
动香。好补的感觉啊！好，来滴了。红喜菇，好，水梅，再给扁转了好不好？香菇，哦，一个蒜头，好，了是今日为大家做的系安补元气啊，哦，蒜子炖鸡汤，开动！蒜子补气炖鸡汤，鸡肉先汤锅，先填蒜头、老红喜菇的底头切切。用香油填蒜头爆香以后，再填烫好的鸡肉，填爆香好的蒜头放在煲的汤，再加红喜菇、香菇、姜麻、红枣，还有一些的水，再加点盐调味，用小火煮差不多15分钟，然后加点香油填米酒，安尼好啉的蒜子补气炖鸡汤做好哩。